等同其意是由入海算沙成功和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尧舜之治而不变之极先物也，大抵是君子之学其于适用而以持物乎？高远献逆乎？异端放浪于辞华皆不足谓之学矣。亦曰：君子多是前言往行以序其德，说命曰：学古入观义事，以致正，乃不迷。若此者，可谓适用之学矣。前修司马文正公殿乐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容举要提纲纂成资治通鉴294卷上起战国下中武纪1362年之间，贤君令主忠臣义士治世人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历朝之大节，寇韩发至米不惧焉。其余前言往行盖兼续而不已，以其余裁量术士盖拟议而有准，以示之生也。苟无益于斯事，则以如其抱负弃业，未干空老民时，将以奋发而有为。